这个是咱做伙来讲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21节到29节。咱现着咱做伙来读，来请。我的命令保守伊的人，这个就是听我的人会得到我的听伊，我会听伊，搁将本心显明伫伊。有犹大是加得人会甲伊讲，主啊，有啥物事？你要将本心显明伫我，无显明伫世间啊！耶稣应伊讲：人若听我，是要守我的道理，我会听伊，阮会就近伊，搁甲伊同徛起。无听我的人，就无守我遮的话，靠你所听的道理。毋是我的，就是找我的。我用口语大的时，有将这话甲恁讲，若是保惠师，就是圣神，会以我的名所买册的，伊要将一切的事甲指引，搁要互你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我用平安留地互你，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你，我会互你，毋是亲像世间迄互人的款款，你的心无伫逼迫，也无伫惊吓。你已经听见我有甲恁讲，我会来就近你，你若听我，就因为我为你的。你会欢喜，因为爸比我较大，他需要的钱，我已经用他讲，互你伊事情的事他是。以上，愿上帝祝福有照伊话语来行的人。下面是杨牧师要讲道的时间，今日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甲伊做伙段，将以下时间就交咱的牧师。各位后埔教会的众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甲咱参加组织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叫做杨必伟，我即摆伫总会研发中心咧服侍。我读新来进前伫外国，有个时阵来吼，人嘛甲我问讲，哎呀，你翻文英语啦吼，不只好吼，是伫美国去留学吗？我讲无啊，我是台湾囡仔，我拢住台湾啦。去美国就直接去食头路啊。我甲大家分享哦，是因为感谢上帝，我小学的时候，伫阮兜附近哦，有一个宣教师的训练中心，就是伫外国的宣教师要来到台湾，其实有诶，毋是要来台湾，是来亚洲的其他的所在吼，要去甲其他的所在，因就先来台湾，受训练。受训练的时呢，这个少年的传道师呢，就宣教师啦吼，嘛是传道师啦吼，一面嘛教英语带查经班，所以我是小的时对外国人学英语。大汉了后大汉了后，甲食头路了后，转来台湾吼，转来台湾有段时间嘛是兼咧做翻译啦吼，若是即个口语吼。嘛写的即个翻译嘛兼咧做啦吼。今仔日的经文呢，过去咧读吼，有一寡歹理解的所在，所以我今仔日呢，等下要带大家吼，用一寡伫翻译的即个观点来看，为什么呢？感觉是好理解？为什么呢？是感觉讲，以前咧读的时，咱会呢即阵呢，咱会看无啥是咧讲啥吼。好，在先呢爱讲吼，这14章啊吼，伫遮讲明一下吼，要来遮受邀请来遮讲道进前呢，我就讲吼，其实这经文吼，今仔日的圣经节，毋是我杨某一人选啦，是人已经选好势啊吼，就是呢，
照即个新眼光读经内面有每周的新眼光，每周的新眼光其实是照普世教会有一个经课表，普世教会经课表全世界的教会有一个经课表内面的经文，我就照起工来用经课表，课表的意思就是照这个课表，咱内中有老师的像施敏长老的老师课表就是即早是啥物课，就爱讲啥今仔日排着就是遮。因为福音14章总是这个背景是啥？这是耶稣受了进前，要受人进前，甲门徒最后的一遍讲论，这个讲论是淡薄仔长我就问大家咱若是知影家己要百年甲囡仔、甲朋友叫来身躯边，要交代的代志是啥？一定是咱心内认为上重要的代志，是无？那同款相像，耶稣这段讲论所交代一定是上重要的代志，但是咱来看门徒的反应，第14章内面门徒的反应，这段讲论内面有3个门徒提问题，讲问题讲甲耶稣回应多马讲我嘛毋知影你要去倒落，哪会知影是爱行倒一条路啦？搁来回力讲若是计甲我显，你捌家己显互阮互阮看主啊，我甲你讲啦，你用天父互阮看就够呀！我这是好啊本啦伫台语圣经台语圣经是讲就够呀，有够啊啦互阮看天父都有够啊啦咱咧看，虽讲腓力毋是咧提问题，但是腓力敢若对耶稣所咧讲的，敢若嘛也无啥捌咯。过来就是今仔日经文内面，犹太毋是卖耶稣出卖耶稣的迄个犹太，有特别说明毋是出卖耶稣的迄个犹太。犹太问讲，为虾米即个有虾米事是亲自向咱显现，无向世间人显现？你讲无事你看这好啊，本是讲为虾米你哪会拄则咧读咱台语圣经毋是讲为虾米咱台语圣经是讲啥？台语圣经有啥物事但是就好啊，本是讲为虾米这毋是讲问题啦，这就是伫翻译面顶的一个困难，因为伫原文内面希腊文即个底，即个疑问词，伊咧问的是原文是讲底是啥物物件底，而即个底会当翻译做足侪可能性我用英语的圣经我来查考英语的圣经有几种啦像即个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甲即个修订本是讲 How is it 怎样迄个现代台语本就是讲是怎样啦就怎样 How伫 NIV 即摆足侪福音派教会咧用 NIV 是用 Why 为虾米过来 ASB 即个美国的标准版即个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伊是用 What。你看即个字伫英语内面都有遮侪可能性，安怎、怎样、为虾米，是啥？到底是虾米事，拢有可能兄弟姊妹，莫甲我误会，我毋是咧批评讲倒一个圣经翻译我等下所讲的嘛相像大家莫甲我误会，我绝对毋是咧讲倒一个圣经翻译较好较毋好。我即篇讲道内面所讲的所有的咧，我希望大家当理解，就是翻译有本身的困难嘛。即个字底有可能翻译做遮侪可能性，所以伊嘛有可能是讲主是安怎，主是啥物，主为虾米，总是伊就是有即个题目，伊就是咧问啦。我无明白嘛，主我问嘛我就问是为虾米？嘛会当讲是啥物事？你要从本身显明，无显明世间，嘛有可能是为虾米独对阮显现，毋是无对其他的人来显现。这是一个挺好的题目会当来问耶稣耶稣你毋是拢讲你爱世间人，所有的人，毋是独听少阮门徒尔。到底你要显明的是啥物事？到底为虾米你只有要对阮显现，对信你的人来显现？过来就是即个今仔经句遮来讲的
人若疼我，伊要收我的道理，我的爸要疼伊，伊嘛要就近伊，搁甲伊通徛起。通徛起是毋是？若安尼啊，就较好啊。本共款就翻译讲通做伙大就好啊，对无？咱台语就讲做伙大嘛吼。通徛起为虾米？啊，这嘛是伫即章内面，即个字是一个困难的字啊。因为伫遮伊用一个组合的词啊，一个名词，一个动作。结果呢，伊讲呢，伫遮啊，伊用一个动作，伫希腊文原文内面啊，是即个词啊。是只有约翰福音内面，只有约翰咧用的啊。哇，即声好啊！咱要翻译的时，我有的时阵安尼翻译伫一个名词，我嘛会去上网 Google 一下，啊，别人是安怎翻译啊？看一下嘛，吼啊，比如讲是化学的即个名词，我嘛看一下，别人安怎翻译。我啊，即个就困难啊！伊即个摩内即个字啊，只有约翰咧用，毋但是只有约翰咧用啊，佫较困难是规本圣经内面。只有约翰福音14章出现这两摆，所以咱就爱问：啊，到底是啥物意思？哦，咱就想嘛，啊，若是我咧翻译，我看到这我眼意，我到底是啥物意思？那这个时阵要做的就是，咱来看吼，较近我的词吼，就是跟它相近的吼，较近我的这个词吼，伊这个是一个名词模呢，啊，伊的这个动作是 meno， 啊 meno 是啥物意思？啊。另外，即个较近的即个词吼出现吼，另外一边是嘛是约翰福音啦，伊即个动作吼是出现伫第二节。第二节讲，就是14章哦，吼14章哦，吼。无呢，另外一边出现就是第二节，讲耶稣讲伊家己要先离开啦，因为啊，伫我的爸的厝里有足侪通好住的所在。是大啊，这有可能是大意思。啊，咱看 meno 是讲会当留落来，所以呢，咧翻译的时就又讲啊，这可能就是通做伙大的意思。吼、但是咱安尼看这个经节安尼看哦，讲人若听我，伊要收我的道理，啊，我的爸要疼惜伊，我嘛要就近伊，搁甲伊通徛起。那安尼讲，安尼意思就是叫咱爱乖乖听话呢，是毋是这个意思？若是有听耶稣，啊，阮要守伊的道理，安尼天父就会听咱嘛，啊，阮嘛要听，这个耶稣嘛会听咱嘛，啊，天父耶稣圣性就会当甲咱通徛起，这是一个条件嘛，若是咱有听伊，若是咱有听惜伊。若是咱有听惜天父，安尼就会当，天父就会甲咱同徛起，咱的理解思想是安尼啊，因为这是人的性。我举一个例啊，这是我生一对双，真歹势，毋是我生啦，阮牧师毋生，一对双生啊，双生啊2冬外前去即个济南教会牧师的牧师馆啊，伊饲足侪只猫啊，后来因就生了正好，足欢喜。9点啊，我讲好啊，阿弟来，咱好来啊，正嘛爱回去啊，要回去哦，较紧困哦，你才会，你安尼乖乖，爱就乖的嘛，就我讲，你即马爱甲爸爸妈妈即马爱甲爸爸妈妈来去啊，你若乖乖甲阮来去明仔载就会当加互你看一个卡通嘛，好，我就等去收物件。收物件我头呢，因两个还袂要离开，但是尾仔穿好，开始对即只猫仔咧说教，讲你爱好好困哦，足暗嘛囡仔通爱好好困哦你若好好困杨志叔叔会当互你食罐罐啦，就是迄猫屎啊、罐头啦，会当互你食罐头啦我伫边仔听了安尼，咧对伊说教呢，这内容佮淡薄仔先我拄则咧甲伊讲的话呢，你若安怎，你就会当安怎，这有条件呢，我就感觉淡薄仔是一个较紧密去因后壁去即边上，所以咱若乖乖，就会当有罐罐，这个是足自然的啦，咱做爸母的在座足侪可能嘛，以前做阿公阿嬷咱做阿公阿嬷做爸母的咧教囡仔
是先咧用即步嘛吼，你若乖乖啊，就安怎吼？啊，你若做了好吼，乖囡仔啊，就安怎？这是人的善哦，这真自然啊！我要强调是这真自然，总是伫遮真歹势啊！这毋是即种传统的理解。咱敢若咧教囡仔讲，乖乖才会当安怎？但是伫遮，咱对于这个理解认同是，这是一个应允条件。伊咧强调的是讲上，因为伫圣经其他所在咱看吼，咱读圣经、解说圣经爱专门来看吼。伫遮咱爱来强调的是，因为上帝伫咱听伊先就先听咱。那像讲咱要求做对敌的时，对伊的囝死，咱得到甲上帝更好，这是罗马人书第5章第10节咧强调道理。伫上帝甲咱个对上帝甲咱咱个背咧上帝的时，上帝就先听惜咱，毋是咱做了啥，才上帝才听惜咱。毋是讲咱做了好，上帝才听惜咱。安尼讲，比如讲，伫约翰一书第4章第10节，毋是咱捌听上帝，是伊捌听咱；毋是咱先听上帝，是上帝先听惜咱。即个顺序真重要。咱也毋捌的时，咱也毋捌代志的时，咱也伫地上咧爬的时，迄以前上帝就先听惜咱。所以伊即句话咧讲的，咧强调的。是一个应允啦，是讲上帝就是听惜咱，毋是一个条件啊。咱解结中的即个起初啊，的神学家加尔文嘛强调啊。加尔文讲啥？伊讲天主教的信仰内面，甲即节理解做条件。你若是条件，就有一个足麻烦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先来设定讲人有法度来听上帝。若是条件，是毋是伊做会到？咱做会到？吼，譬如讲，阮囝、阮查某囝，即摆就爱离开，因做会到嘛？尾仔拢穿好啊，吼，即摆就爱离开嘛，所以因做会到嘛。但是若是即节圣经节，若是咱来理解讲，伊是一个条件。咱若听上帝。上帝会来甲咱同徛起，安尼若是条件，就是意思是咱做会到，毋是奥古斯丁安尼讲，路德马丁安尼讲，加尔文嘛安尼提醒，毋是人的罪性是对家己是无法度的啦，咱人就是则无法度啦，人的罪性是无法度去听上帝，咱若是有法度听上帝，迄嘛是因为上帝的问题，所以人。会当听上帝，唯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啊，上帝为虾米要施恩互咱？毋是因为咱好啊，毋是因为咱做了虾米好的代志，拢总毋是，就是独因为上帝听惜咱，赐下耶稣互咱，咱得到伊，这就是上大的问题。这是足重要的道理。过来。耶稣伫遮讲应允讲保证讲啊，有一个圣神叫做保惠师啊。啊，这个保惠师是啥？保惠师到底是啥？吼、我有听过医师、律师、会计师，即摆佫有外送师。什么是保惠师啊？伫原文啊，嘛是困难啊，嘛是独约翰有咧用呀，只有约翰用这个字。Parakletos， 只有伊用，即声好啊！我佫讲，只有约翰可能出现，无法度伫别个所在看到，安尼要安怎翻译？安尼要安怎翻译？要安怎翻译呢？咱就爱看甲伊相像的字嘛。我拄则讲，伊即个是一个名词，咱来看迄个动作，迄个动作 ，Parakaleo 是啥物意思？伫 Parakaleo 内面，有啥物意思？伫这在先，咱来看约翰另外一个用 Parakletos 是啥物所在，就是嘛是共款伫14章。伫14章内面，伊才有一个足重要的14章16节，耶稣讲要用更
一个保惠师互你，搁一个的意思是啥？原本有一个嘛，原本迄个保惠师是谁啊？就耶稣啊！耶稣即摆要离开嘛，讲大家莫惊遐，咱现圣经吼，讲看头前啊吼，讲较头前，我就无特别，无特别拍伫高遐片，因为这就14章较头前，咱当时家己管吼。头前就是我看耶稣要离开啊，门徒咧惊遐嘛，主啊，你要离开啊，我要安怎啊？是安怎啊？耶稣讲免着惊啦吼，因要用各一个保惠师互你，有一个各一个就是原本有一个嘛，吼，安尼大家理解嘛吼。有各一个就是原本有一个，原本有一个就是伫遮，但是你要离开是啥人？就是耶稣，意思就是讲耶稣嘛是保惠师。安尼到底什么是保惠师啊？什么是保惠师？咱来看同源的相近字，帕拉卡雷奥是啥物意思？伫别个所在，这个动作，这个动词这个动词是安怎翻译？咱来要讲大概是什么意思？第一，就是伫马太福音内面来讲这个马太福音第5章第4节。山顶的部分内面咧讲，先来送香的人有福气，天国是因的。第4节，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帕拉卡雷奥，因要受安慰。这是第一个翻译的方式。第二个，伫即个哥林多前书内面14章31节，保罗咧鼓励遮哥林多的信徒讲，因为恁一人一人拢会通做先知来传道。互众人通学习，互众人通受苦劝啊！这嘛是用帕拉卡雷奥。嘛有可能是一般，毋是讲道来，有可能是讲道来的苦劝这伫课本翻译做劝勉啦嘛有可能是一般劝你爱安怎啦，我甲你讲你爱安怎啦安尼即种劝啦毋是讲道的劝尔，一般咧讲话这个劝。腓立比书第4章第2节，腓立比这个书，这个批信的上后壁面，伊咧甲伊的同工，保罗甲伊的同工讲，我苦劝有学着，搁劝顺道去，着当心伫主，你当心伫主内，当心伫主，即个劝。所以你即摆要问牧师，安尼到底的保惠师是啥物意思啊？我会当讲保惠师应当是百几年前咧翻译的是无啊本的遮的学者嘛。想出来较紧我的字，但是若是讲即摆，我来讲保惠师较有可能，就是遮的功能啦，遮的意义啦，拢有啦，会当安慰，会当讲道劝勉，会当一般的劝，伫生活中来苦劝啦，伫教导面顶像讲道共款，哥林多前书，伫教导教示人讲道共款来用教育人。伫安慰，一般安慰，咧交陪安慰，拢有可能。总是一定即个字伫遮爱翻译，找一个字出来无法度讲安慰劝勉才法书，安尼足长的嘛所以遮个学者想这保惠师即个意义所以爱讲保惠师可能是足侪意义。咱无法度用一个字来完全甲翻译，这是语言足骨力啦。以前的学者足拍拼来甲翻译出来。咱讲到圣神，伫遮讲圣神，但是咱进前对于我毋知各位信仰的生活内面，讲到圣神，拢用保罗的批信内面。伫保罗的批信内面，拢足强调圣神的遮个功效啦。有啥物功效？有啥物果子啊？有仁爱、和平、温柔、忠信、忠实，这个果子，总是伫遮。伫约翰福音内面，毋是遮表现出来。有圣神同在的时，会当表现出来仁爱，有当表现出来和平，会当表现出来温柔，总是伫遮咧讲强调的，毋是这。伫约翰福音内面，耶稣咧讲的，伊咧强调的是耶稣甲信徒。甲咱、甲教会连结，
圣神因为圣神，所以是耶稣圣神甲咱会当连结。虽然咱即摆看无到耶稣本身，但是圣神伫遮，所以咱遥远甲伊圣父、圣子、圣神会当连结。所强调的是无共款。过来特别爱提醒大家。你讲到圣神的时，甲耶稣连结的时，有的教会教士时常咧讲甲耶稣的连结，有的信徒会感觉讲，甲耶稣的连结是安怎伫这世界的落尾的时啊，会当甲耶稣连结去甲摕国啊？毋是，这规个这个教士内面咧讲的，以耶稣在世间的时的教导。咧讲上帝国，咧讲甲伊连结，而且伫即章内面咧用的拢是现在式。伊咧强调的是甲耶稣连结，毋是单甲世界的落尾啊，是即摆，即时，毋是以后，毋是明仔日，明是后礼拜，毋是后一日总统就日，拢毋是，就是即摆。耶稣的国度，耶稣的国，上帝国已经来到，已经临到。甲耶稣的连结，甲圣神的连结是即摆的代志，而且即个即摆毋是咱努力，是已经赐下互咱。有个人对死了后的世界，甲世界的上落尾真有兴趣。你伫咧想讲上帝国是迄时代的，但是福音书内面耶稣一直咧讲的是上帝国已经到，已经到，啊，咱要做的是。嘛是爱努力来实现上帝国，伫咱身躯边，伫咱的家庭啊，伫咱的工作的所在，伫咱的学校，伫咱的同学之间，伫咱厝体内面，咱会当努力的是，努力甲即个仁爱、和平、温柔，活出即个见证来对伊。即个应允上落尾手，我嘛爱强调，即个应允是一个足水的应允，即个大的意义。我拄则讲，伫第33节内面，伊即个毋是模拟一个名字尔，伊做一个动作，即佫一个动作，咱来看。这原本讲，甲伊同徛起，伊规句话是安尼啊，模拟拍学土，甲因，佫即个动作 ，poiosumeta， 哎呀，这就趣味啊！伊即个动作本身，伊是安怎大呢？伊即个动作，伊用一个真特殊的一个时态。真歹势，我要讲一寡文法，但是阮牧师一直甲我提醒所以莫讲伤济。我讲安啦，我家己嘛足讨厌文法的所以我会讲足紧的因为咱汉文咧讲话无主动被动啊，咱无被动啊。譬如讲，即位姊妹。互我一杯水，互我会当解喙焦。伫英语会讲 ，I was given a cup of tea。有人互我一杯水，我被给一杯水。咱汉文袂安尼讲嘛，咱就直接迄个主要的动作，遮就会换嘛。讲即位姊妹真好心，互我一杯水嘛，真简单嘛，真简单。但是伫英语内面就无共啊，咱学生有咧国中就学着被动式。互人被给一杯水安尼，嘿，希腊文较复杂。希腊文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时态，叫做关身。关身就是关乎己身。动作的即个人做即个动作，即个动作会影响到做动作的人甲接受的人。我知大家心内一定一个字，好，我举一个例。咧解说即个动作上出名的，伫新约圣经内面的例，就是福音书内面。耶稣后来受审判，去到比拉多头前，结果比拉多讲我查无即个人有啥物罪啦。结果伊就徛起来，就洗伊的手，讲恁若要安怎迄恁的代志甲我无关啦。伊就洗伊的手，伊洗伊的手，即个洗即个动词，就是用关身。为什么安尼？因为伫希腊文的迄个想法内面是比拉多，迄手是手嘛，伊洗伊的手，手是手嘛，比拉多洗伊的手，伊的手互比拉多洗，问题这是啥人的手？足复杂的，足复杂，袂真简单，就是伊即个动作是甲两边拢有关系。
手嘛洗清气嘛吼。虽讲实际上咱知影伊做有责任啦吼，但是伊着做即个动作，伊洗手嘛吼，洗手。哦，手甲伊吼，伊安尼洗即个动作，就是伊洗嘛，咧强调这。但是即个动作是影响到彼此的，两边拢有诶，所以我要讲啥？当来讲即个要做伙大即项代志，耶稣讲，圣爸甲圣囝圣神要甲咱做伙大，即个做伙大，毋是讲耶稣要来甲咱大，安尼安尼好，毋是呢。大这冇即个道理啊，就是讲咱嘛会当甲伊大做伙啊。这毋是真清楚的道理，若是安尼哦。咱以前咧想讲若是用条件来想咱若做了好，所以耶稣会来甲阮赏赐咱圣神，圣神就咱大。若安尼，这是一个应允啊，应允讲咱本地做袂到啊，咱本地做袂到的代志，咱本地无法度的代志。上帝的圣神甲咱大，咱做会到，咱行会到。佫无法度想象，当然伊先爱用讲主动讲上帝的圣神要来甲咱大。我着问大家一个道理嘛，咱着想象嘛，今仔日来前提甲恁讲我要去恁兜甲你徛去甲你大，好无？欢喜啊，好啊。即个大，当然是迄个意义是做伙徛起啊，做伙生活啊。讲清德兄，我即摆要来买菜，要来菜市啊，甲我做伙来。好啊，甲我做伙来。咱会偌欢喜对无？菜贩咱拢毋敢乌白话介绍对无？做伙大呢，做伙大敢咱大偌好咧是伊主动啊，咱是啥物人？总统要即摆讲要来甲咱大，当然伊爱主动啊，但是大就是大做伙大就是大做伙咱欢喜，总统来甲咱大，咱当然欢喜啊！虽讲厝里爱摒扫者啦，对啦，爱几人摒者，咱当然欢喜啊！若即摆各位兄弟，若是万王之王，万军之君，上帝独生囝要来甲咱大，咱欢喜无？欢喜啊！恁当爱欢喜啊！而且，迄毋是明仔载，迄毋是明年，迄就是即摆，伊着甲咱大，而且是甲永远。偌好的代志啊！咱会当行出和平，咱会当行出温柔，咱会当行出仁爱，咱会当忠实，偌好咧！请咱三家头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阮知阮不配你的疼，不配做你的囝儿，总是你拣选阮。因为阮愿意信靠你，倚靠你，所以阮会当甲你带做伙。你嘛愿意甲阮带做伙，带伫阮的心内。阮即马相信，你着带伫阮的心内。你的国度着已经临到，你的国度着伫阮中间，着伫阮的主体内面，着伫阮的学校内面，着伫阮的公司内面。阮要行出你的疼痛，用你的仁爱，用你的和平，用你的温柔。互阮身躯边的人嘛，感受到你的国度是遮尔好，遮尔有公义，遮尔温柔，遮尔在。帮助阮，望你圣神保护书充充满满，甲阮伫地。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